打板、剪裁、缝制、整烫、包装，20多位的师傅正聚精会神地忙着手边的工作。这里是位于金华路的中美牌制服的工厂。中美牌学生制服创立于民国49年，至今已有1甲子的历史了。在那个威权时代，夏天制服是白衣蓝裙裤，冬天只是卡其衣，所以白制服或卡其服至今仍是许多4、5、6年级生共同的成长记忆。曾经台南可说是制作制服的大本营，约有20多间的厂商。当年因为学生多，制服样式统一，为了与其他厂商区隔，所以以中美牌为品牌，与太子龙等大厂合作。就是中美牌，我那个时候有去查为什么叫中美牌，因为我有问爸爸说为什么叫中美牌，然后他回答不出来，所以我就稍微做一下功课，然后我就发现中美牌成立在民国49年，然后那个时期正好是我们台湾美援时期，所以就有很多那个米婚得啊都会写中美合作，中美干嘛干嘛的，所以中美啊，我就是看资料，那个时候是那个时代的菜奇亚米啊，然后有一些商店啊，他都很爱取中美怎么样，中美商号、中美号什么的。对，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的那个名字会这样来，就是因为这样的历史背景而来的。然后它就是一直到现在是一个陪大家长大的老品牌，然后就经历了台湾的制服历史，比如说民国57年的时候第一次的教育改革，然后那时候教育部是有规定制服的款式的，就是卡其服，然后白上衣，然后百褶裙，就是这类的款式，所以那时候大家的制服都很雷同。然后那时候有所谓的大学服、大专服，因为我没有穿到，对。然后到73年的时候，教育部就开放了，它开放给各个学校可以自行的去设计自己要的制服款式，所以我们台湾的制服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走向多元的时期。注意不要手被踩到，对啊，然后要把这个踩整齐啊，不然到后面人家不好做。所以如果你踩着有 key 杠啊还是什么，他们在车的时候拿起来就是感觉也不是很好，然后车缝的时候你那个少公分还是少什么的话，人家都会不好做这样，对。哦，我现在这个算就在排马克，因为衣服的最根本就是直接是布皮，那我们要直接把布皮摆上去，然后我们要把那个布裁成每一个衣服的每一个部分，然后再到那个车缝的步骤，然后把它结成一块，就是可以变成整件衣服。所以我这边重要的就是我要去算说我的布是要用多少的量。那这边也是我们就是可以节省布的地方。蔡嘉玲、蔡旺达是中美牌第3代的接班人，从国小开始，姐弟俩就在家里帮忙，工厂可以说是他们生活的全部。长大后好像也顺其自然地成为家庭事业其中的一员，但是说起小时候在家里帮忙的经验，姐弟俩还是小小的抱怨一下。我就从国小啦。国小就是小时候就会很讨厌爸爸妈妈，就说你就是暑假就是要工作，然后就觉得为什么没有暑假，对啊，然后就是放假就是要在公司工作这样。国小就是可以扣子啊，然后比如说车一些比较简单的那个口袋啊，那些比较简单的地方。可是一路走来发现到现在是那个都是在累积，就是我回头一看。其实也在这个行业十多年了，然后这些都是从国小、国中、高中、大学这样累积下来的，对啊，就是一路都是在累积，对。
民国70多年，当制服改为校服，加上少子化等因素冲击着制服业，许多制服厂商改至国外设厂或委托代工。中美牌坚持跟留台湾，维持品质，以少量多样走出中美牌自己的路，但也代表着他们必须要面对更多的难关。从过去到现在就是变比较多元啦。可是多元也造成，比如说以前在制作成衣的部分，比如说就卡其衣跟白裙白上衣跟那个孔色的裙子，那其实它这样子的话，它其实比较简单，然后又可以大量的制作。那像现在各校有各校的校服，我们也不好制作，因为各校的颜色不一样，变成我们做了一间学校，然后我们要囤的布也非常多，然后变成有时候我们赚的只赚布钱，就是从以前到现在，就这几年很难做，就是这样，就是每个学校都希望有各校的校服，就现在就是也不强制，然后也没有要求要换季，所以变成我们冬天要做也不是，不做也不是，对，然后变成如果他们要的话，我们又要马上赶货给他们，可是要赶货，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又没有工，对啊，这是现在目前最大的危机，就是年轻人不愿意学啊，对啊，就大家都要做直销啊，做保险啊，做办公室啊，没有人要做工啊，对啊，可是这个事也蛮辛苦的啊，对啊，一件好的制服的喜爱秀啊，然后又耐磨啊。可能要一件要让它穿3年不坏啊，材质就是要耐穿嘛，然后不易褪色啊，对啊，因为家长要求的就是这样子啊。其实家长要求的学生制服，其实做到这样都可以到百货公司去卖了。制服每天穿必须耐穿耐洗，尤其许多缝制工作得仰赖纯手工。然而现在制作者大多40岁以上，已经出现人力断层的情况。学习成衣是一段很漫长的路，就是不是说来像操作员一操作就会，因为它每一个车缝跟每一个裁剪都是需要功夫，然后都也不是1-2年可以养成的。2016年制服解禁，台湾校园制服产业更是走向式微。为了打破困境，中美牌磨练出小量、快速、客制化等经营方式。再加上每件衣服都是累积了半个世纪的经验，一刀一刀，一针一针慢慢制作出来，做工可以说是相当的细致。不过姐弟俩也意识到，最熟悉的真车声音，可能有一天再也无法响起，思考着老品牌该如何走向下一步。对，然后刚开始回来就是觉得说，想要整理公司内部的一些货底啊、库存啊，因为只要学校一改变，我们的那些囤货就没有用了，所以就是那时候会转型，也是觉得说，就是那些货底有什么用？对，一开始不知道就是全部丢掉，对啊，然后也丢了非常多，对，然后可能换了就是变成那个回收物这样，对，然后后来就想说跟姐姐可以有合作，就是看到姐姐在这一块也努力啊，然后就是觉得说有什么可以帮忙啊，或者是一起去做不一样的东西，这样。近几年，中美牌制服开始积极让老品牌转型，先成立了致青春品牌，把制服的布料变成抱枕外衣，大受好评，更获选为台南10大创意商品。其实非常误打误撞，因为我自己毕业我就去工作嘛，然后弟弟他是当兵回来的时候，他就很认真，因为我们家有非常多制服的库存，那制服的库存就是可能今年学校稍微改了一个版，旧的就不能用了，所以那个时候又不会马上丢掉，就会一直放在地下室什么的，很占空间。然后那个时候弟弟他就把那些库存清一清，那在清库存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那个制服有的就是很有历史，比如说有一些制服它有那种以前太子龙的浮水印啊什么的，我们就觉得很珍贵。可是要干嘛呢？因为制服这种东西就是你脱离了学校，再硬要叫别人穿，很变态。然后我们就想说，不然我们做一些小东西好，什么小笔袋之类的。可是那个会破坏整件衣服嘛，所以就会开始想说，那要做成什么？后来我们就想说，可以做成抱枕。对，然后我们做成抱枕之后，其实我们那时候都不懂，也不知道怎么贩售，就是抱枕做好放在家1年，然后自己觉得很有创意，可是也不知道干嘛。
然后后来在一个因缘巧合之下，是台南市政府它有举办10大文创商品啊，因为我们那已经放1年，我想说啊拿去比赛啊，蒙币这样，殊不知去比完之后，就是他就得到那一年的金奖，那也因为这样就开始就是发现说，他可以这样应用，然后被大家注意到了，就是从这个抱枕开始的。对，以前我们在就是整理制服的时候，比如说这一件啊，可能看到当下它就是一个白衬衫没什么，然后翻过来发现居然有那种古早味的浮水印，然后这个我就不懂，所以我就会去问爸爸，然后爸爸就说那个就是太祖龙的布，然后太祖龙他就会讲说太子龙的布啊怎么样，比如说是以前的潮牌，然后呢就是太子龙就是就标榜说它布很好啊，洗不破磨不坏，就是他就会开始唱一首广告歌，但我真的找不到那一首歌，他就说那时候的广告很红，所以呢那个时候的太子龙布都会有浮水印，因为他不要我们这种做制服的没有用它的布，但又标榜它的，所以就会有这种珍贵的符号残留下来。然后这也是就是我们到了工厂去整理，然后才问的。而且像我爸爸那个年纪，他不会觉得那是故事，他就很正常，真的你要问他，他才会知道。然后问的时候，我妈妈就会说啊，比如说在整理啊，就会太子龙也有卡其布，就会给爸爸妈妈看，妈妈就会说哦，这个万一在什么呀？军训裙。然后我们又没穿过，我们就问他说什么是军训裙，他就会开始说哦，军训裙就是军训课才会穿的裙子，对，所以呢，他就有给我们看说啊，你看以前我们也有军训帽，对，然后我们就发现还有军训帽这种东西，然后就想说，军训帽它是一个很有时代的产物，然后后来我们就把这个军训帽就是变成笔袋，然后可以装雷朋眼镜，就是在采访我们自己爸爸妈妈的过程，然后就是会激发一些创意的点。然后把它做商品化，这样，制服再改良成为抱枕、书衣、袋子、饰品等各类型趣味文创商品的开发，让经典的制服赋予了新的生命。弟弟蔡旺达坚守的传统制服的产业打拼，而姐姐蔡嘉玲则将重心转往文创商品的开发，选择自己出来创业，再结合家传的技术经验。将学生制服衣料使用在宠物上，设计出一系列宠物时尚配件，把市场延伸到毛小孩上，以裁缝机发出的声音为名，创立了宠物品牌扎扎鹿。主要是我们家本来就有2只狗狗，对，然后呢，在养狗狗的过程当中啊，就会想说，想要帮他们做个项圈，因为我们家布很漂亮这样子，所以呢，一开始就会很天真的去楼上找一块布啊，然后做一条项圈给他。可是我们家狗狗有一只是米克斯，力气很大，所以做给他之后，棒立刻就坏掉了。然后就是它坏掉的过程，就让我们回来再检讨啊，想说怎么样可以让它不会坏，然后就开始去寻找很多宠物的那个配件的材料，越做越有心得，这样，然后正好在这个有心得过程，又遇到说大环境的改变，比如说少子化啊，然后就是制服越来越没有人穿等等因素，所以我们就想说，那我们如果把它从小孩变毛小孩，是不是有这个机会？对，然后就想说，不然尝试看看这样子。因为我们老家就是做制服啊，那我们台湾学生制服当中，就是很多学校都会有格子的元素，然后我们就觉得格子是一个很不败的那个图文，就是它不会退流行，然后都很经典，然后穿起来也很有气质，所以我们一开始在选图腾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挑格纹为主，这样。从制服制作到毛小孩配件，其中的制成功能天差地别。最先光是帮家中毛小孩制作一条布项圈，不到3秒钟就被扯坏，一直改良结构，找寻耐用的金属配件等等，这样来来回回的过程历时2年，却也为传统制服转型毛小孩配件品牌奠定了一定的基础。这个的话其实是毛小孩的那个水手服制服领巾，主要是因为很多客人啊，他可能来，然后听了我们本来家里做制服的故事，然后客人就会说，那你也帮我毛小孩做一件制服吧，这样子。然后我们一开始就觉得什么
要帮你的毛小孩做制服，然后就会开始拿起人的制服研究。这样，然后我们就觉得人的制服有一个元素很可爱，就是海军领，就穿起来就很勾追。然后我们就想说，不然我们把它弄在狗狗身上好了，这样子。所以就有这一件，就是它狗狗就是围起来，然后它可以换造型，它可以就是给它从高中生变小学生的这样子更换。对，就是在做的过程，就是很贪心的想要给它很多造型，所以就会加一些巧思，这样对，这个是毛小孩的制服，然后我们有分就是国小系列跟高中系列，然后让那个毛小孩爸妈自己圆梦一下。台南、高雄可能没有这一套小绿绿，所以他们来的时候会先看到张君雅小妹妹这一套，然后就说张君雅小妹妹这样，然后就会觉得很可爱。可是我们在北部的时候，可能他们有建中北一女，她印象很鲜明，所以他们就会立刻说北一女这样，然后就会买回去，然后帮他狗狗绣个学号啊什么的。毛亲子装、毛小孩学院风等等的创意商品，不同以往宠物配件，吸引了不少的目光。也因为店面位于蓝晒图文创园区内，所以在商品的开发上也多了点文创的气息。我自己是电视儿童，然后我们在这种文创园区，有时候客人会觉得我们看起来很有距离。然后我就想说，那我们怎么样，就是做一件大家会会心一笑的商品，然后很可爱。然后我那一天在看《与龙共舞》的时候啊，然后叶德行就开始说意大利设计师 C W Please， 我就想说，这是我给狗穿应该很可爱吧？因为人一定不会想要穿。对，所以我们就想说做一个领巾，然后有一个那个龙虾，就是跟意大利设计师合作的这一项，然后就还有一个口袋，所以他过年可以装红包。对，所以我们把这个商品挂在橱窗的时候，客人在逛街，他们都超有感觉，然后就会远远就是说意大利设计师都不知道 CW 这么红。对。这个刺绣领巾呢，就是我们跟那个府城光彩绣庄的那个林玉纯老师，他80多岁了，然后跟他合作。林老师本来是在绣神秘衣的，对，然后我们就觉得那个很有历史文化，然后就请他就是帮我们绣一个凤梨手绣的部分，对。可是因为林老师毕竟是国宝，他手绣的那个费用就会很高，所以后来我们就把它就是变成用电绣的方式来呈现。然后它是凤梨的话，就是狗来旺的意思，因为翁来。对，然后这边我们有做一个口袋，它是过年要给它收红包的。我们有一些狗狗真的会收到红包。那如果说主人想要招财的话，我们还有这个，就是狗骨头旁边是金元宝，然后它就是狗来富。对，因为今年是狗年这样子。对，然后这个款式的话，我们在香港非常的受香港欢迎，因为他们很想要招财。那台湾人呢，就是很喜欢旺，所以台湾人喜欢狗来旺这样子。发想跟来源就是很生活，就是比如说我们自己过年，因为我们有养狗嘛，我妈就38，她就很想要给她包个红包，10块20块都好，可是她会乱丢。然后因为我们自己又有做狗产品，就会想说，不然我们在产品有给她做一个口袋好了，她就可以把钱收好这样子。然后做完口袋之后，想说这边空空的啊，要有一个图啊什么的。然后就是会想说如果要有图，要吉祥一点啊，要招财啊，然后要旺啊，要福气，所以才会有一系列就是招财的那种领巾，对。为了创业，蔡嘉玲从头开始，从产品的开发、学习缝纫、包装、通路行销，更积极参与国内外各项商品展，一步一步的稳健踏出前进的脚步。日前，为了让制服工艺的优点及价值更广为人知，延续其品牌故事，更是亲手将自家老宅整修，成立了制服故事馆。老屋的氛围，再加上仿校园复古式的空间规划，也吸引了许多的游客前来寻找青春的回忆。
当初为什么想要成立故事馆，主要是因为那个蓝晒图那边，我们那时候规划就是毛亲子规划，然后我们在蓝晒图那边讲了非常多制服的故事之后呢，有很多的民众想要买制服，不论是尾牙还是他们小朋友真的自己要，就是会有很多这样的需求。可是我们在那边并没有规划一个完整的贩售制服的空间跟试穿，所以就想说，是不是要另外成立一个故事馆，然后主要也可以就是在这个馆内讲述一下台湾制服的历史，然后让大家就是怀旧之余，也可以就是认识一下。对，所以我们就想说，这里正好是阿公他的 key 给处，因为中美牌是阿公他们那年代成立的。那我们如果回到阿公他们的 key 给处，然后来讲一个制服的故事，也蛮有意义的。对，所以我们就回来这边，然后做一些整理，然后把制服从57年，然后到现在，然后从小孩到毛小孩，就是做一个完整的介绍，这样子。我们尽量的话，就是会想要保留原味，所以比如说像地板，就是会本来的磨石子地板，然后隔间的话，就是原本的隔间，因为阿嬷就会一直来，然后就会说，以前我睡那一间，然后你爸爸跟谁睡这一间，就是想要保留它原来的样子。对，然后整修就是我们自己土法炼钢的，就是用墙壁啊、油漆啊，然后把它弄起来。然后有一些老的物件，比如说窗户啊等等的，我们就会把它拿来做成桌子啊什么的，让它再有味道一点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参观一下训导处。我们进到训导处之后呢，第一个就会先看到就是中美牌的一个历史的演进的布牌这样子，然后从最早的那种太子龙的那个印象，然后演变到现在就是盾牌的一个符号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再走到里面呢，就会有台湾各类型的制服的介绍，有传统款式的，然后有现在就是英式的或日式的制服这样，然后也有就是那个最著名沈佳宜的那一套的制服。然后我们之前有陆客来，而且是专门而来，然后他就来买1万多块的制服，我就想说，你疯了吗？然后就问他，然后聊一聊之后，他就很语重心长说，我们大陆的学生啊，就是看你们台湾的电影啊，就是有制服相关，我们都超羡慕的，因为我们都觉得你们制服都长得好漂亮哦。我们没有，因为我后来去查，他们的确就是，好像都一整套的运动服，就是没有就是那种海军领啊什么的。然后他们就是说，真的好羡慕台湾的制服。然后他那个时候来就是佳琪的那一套，他帮他同学一起带，就是他们一起来这边派一个人团购，然后买了10多套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像我们就是创意商品的部分，就会有这种制服抱枕，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卡片，然后让大家就是青春一下。然后呢，这个是嫁给我吧，然后女生就回我愿意。然后这种卡片的功能其实是客人帮我们开发的，因为制服最常要就是要秀学号，然后我们那时候做出来并没有学号啊，我们就跟客人说，你可以秀你的名字哦。然后客人就会说，我早就忘记我的学号了。然后后来就说，不然我可以秀别的吗？我想要告白做我女朋友什么的。然后客人就会很自动就是想很多有趣的话在上面，然后我们就发现说，它可以变成一颗很巨大的卡片，然后可以传情啊什么这样。3代历经一甲子，透过双品牌语音的方式，结合怀旧制服的工艺技术，加入了丰富的创意，重新赋予了老工厂新生命，用不同的形式承载着历史赋予它的价值，继续流传下去。